南大学里面，我们发起了一个中山反服贸阵线的活动，在校园里面举办了好几天的短讲。我们社会系呢也发起了自主罢课，我们呼吁我们同学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动。在这些短讲里面，我们不是翘课，在这里我们受过很多老师的理论的训练，也包含了我们有实务的操作，我们来演练。当时如果被警察抬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做？该怎么保护自己？所以，我们今天从中南部带来的是一批非常精良的精兵，大家亮亮。好，刚才大家已经讲了很多了，那我就不多说，各位讲口号：退还服贸。